林于明。对。向大家介绍一下你自己。我是广东汕头人，然后现在在郑州从事图书编辑的工作，今年25岁。广东人，所以你会用广东话背诗？对，我经常用广东话背诗，因为很多诗用广东话背起来其实特别的押韵。哦，真的？展示一下好不好？行。那我就向大家读一段比较简单的吧。那个大家可以猜一下，我读的这首诗是哪一首诗？是谁的？是这样的：天街小雨人如酥，草色遥看更卻無。誰是一年春好處，絕勝煙柳滿皇都。请大家猜一下这首诗是谁写的哪首诗？先请王老师猜一下。我还真听不懂广东话。王老师是北方人。天街小雨润如哦，天街小雨。早春呈水部，张18员外，还张18员外。这个古代的诗词啊，最适合用像广东话这样的南方方言，还有福建话，对，包括闽南话，包括吴方言、湘方言都可以。对，我刚才在想，保留了大量的入声词。如果用上海话念的话，会怎么样？吴方言也非常好，来吧。董卿上海人，来你呢？对。我从来没有试过，我从来没有。来一下，来一下，来一下啊！天街小雨人如酥，草色遥看近却无。最是一年春好处，绝胜烟柳满皇都。吴侬软语，完全是不一样的韵味。也不一样啊。就是它就比较飘逸，比较柔婉一点。我们选手来自天南地北，你们想不想听一听各地的奇葩读法？好啊，各地方言版。我记得我们有来自陕西的老人。天街小雨润如酥，草色遥看更卻無。最是一年春好处，绝胜烟柳满皇都。谢谢林于明啊，今天他的上场也为我们全场带来了一种新的感受。